襄陽東站。奇米克糕點。鄭州鱔魚係酒店。鄭州鱔魚係酒店屬於現代簡約風格，唔係豪華或者度假型酒店。客房面積可能唔算特別寬敞，但格局通常都合理。呢間係一間地理位置超級方便，主打智能服務同高性價比嘅現代舒適型酒店，係商務客同後生遊客嘅絕佳選擇。坐落喺正皇城商圈嘅心臟地帶，周邊被正皇城、建業凱旋廣場、新田、360三大商場包圍。鄭州阜文旅係隱藏喺鄭州現代化高樓背後嘅城市記憶碎片，係一片充滿強烈對比同市井煙火氣嘅老式居民街區。呢度冇刻意嘅旅遊開發，保留住幾十年前鄭州老城嘅模樣同生活節奏。對於攝影發燒友同中意探索城市真實肌理嘅旅行者嚟講，呢度係絕佳題材。光影穿過狹窄嘅巷仔、斑駁嘅牆身、充滿生活痕跡嘅角落，每一格都係故事。阜文旅片區已經被列入城市更新範圍，部分區域正在或者即將面臨拆遷同改造，所以佢目前嘅狀態係一種進行緊嘅歷史，睇一眼少一眼。街區定期舉辦週末市集、藝術展覽、音樂快閃、露天電影、文化沙龍等活動，吸引咗大量本地後生仔同文藝愛好者，成為鄭州城市文化活力嘅新地標。同幾步之遙，光鮮亮麗嘅27廣場同德化步行街形成戲劇性對比，一邊係摩天大樓同商業廣告，另一邊係低矮嘅紅磚房、殘舊嘅窗戶、棕黃交錯嘅電線。呢種強烈嘅視覺反差，就係佢最獨特嘅魅力。天地將明燈，花香已滿園，要為你彈一曲古箏。雨落無言般，你我落紅塵，琴聲悠悠入誰心門？求得一人心，歲月不分離，與你相遇的擁着春風，情深有多濃，終與你最懂，等你歸來。我願等晚風逝去，送歸個你，我願等晚日情深，刻進我的魂，我願等3月春光歸來時。商代博都城遺址。
27廣場。27廣場係鄭州市無可爭議嘅地理中心、精神地標同商業區，見證咗鄭州從火車拉過嚟嘅小縣城到國家中心城市嘅百年變遷。佢承載住呢座城市嘅紅色記憶、商業靈魂同市政溫度。喺呢度，你能觸摸到鄭州最真實、最澎湃嘅脈搏。對於任何一位遊客嚟講，冇到27廣場，就等於冇嚟過鄭州。德化步行街。德化步行街係27廣場嘅商業動脈，一條集百年歷史、極致人氣、平民消費與美食江湖於一體嘅城市露天商業博物館。街道兩側同地下遍佈天南地北嘅小食同快餐，係體驗掃街小食文化嘅核心區。你可以喺度快速解決一餐，亦可以一路行一路試晒各地風味。嚟呢度唔係為咗尋找寧靜或奢華，而係為咗觸摸鄭州最蓬勃嘅市井商業脈搏，感受乜嘢叫做人間煙火氣，最撫凡人心。開封灌湯包係源自北宋古都開封嘅傳統名店，以皮薄湯鮮、形美餡嫩聞名。佢嘅精髓在於湯在包中面皮薄到透光，好似紙咁，包住用豬皮凍同鮮肉調製嘅餡料，蒸製時皮凍融化，成為濃郁湯汁。佢係開封美食文化嘅代表，凝聚千年飲食智慧，一啖落去滿口留香。
向你埋怨，要为你弹一曲古筝。雨落无言般，你我落红尘，今生又犹如谁心门？求得一人心，岁月不分离，与你相遇的拥着春风，情深有多浓，总与你最懂，等你归来。我愿等晚风逝去，送归。